早晨，歡迎收睇南方東英特約 ETF 開市精選。今日繼續有 Kenny 喺度同大家分享。Hello Kenny。早晨，Chloe，早晨各位觀眾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見到今日清咗個市先啦，咁見到其實今日成個市，相信大家都唔係咁開心噶啦。恒生指數一度跌超過800點啦，咁不過其實港股已經算係咁多個市場入面，即係相對跌得比較輕一啲噶啦。可能始終之前唔係升得太多嘅關係啦。見到好似外圍股市，譬如韓股啊、日股咁樣，韓股直情係跌。曾經一度跌超過8%啦，甚至觸發咗熔斷嘅機制啊！咁 Kenny 見到其實而家成個市況咁唔明朗嘅情況下，即係 VIX 指數都接近30啦，油價繼續急升，見到布蘭特原油今日嘅即係價格甚至係啱啱掂到$118啦。咁中東嘅戰況都仲係未緩和之下，其實大家都可唔可以即係趁而家呢啲機會叫做小注搏下反彈先咧？即係譬如好似韓股咁樣啦，始終即係上個禮拜都有消息話韓國政府係諗住即係盡快實施100萬億嘅韓元，諗住穩定成個市場啦。咁大家即係咪可以趁呢啲機會小注咁樣搏一搏反彈呢？係啊，Chloe，咁睇翻中東方面嘅戰況啦，喺過去一個週末啦，都因為有一個新嘅領導人將會上場啦嘅消息啦，導致全球個環球股市咧都有一個大跌嘅情況啊。咁啱啱 Chloe 都提及到啦，就喺亞洲地方嚟講啦，包括韓國啊同埋日本個市場都係跌得比較多。咁我哋相關嘅產品啦，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嘅韓國孖寶啦，7709同埋7747啊，即係 SK 海力士同三星電子啦，見到今日個跌幅都係較大啊，有去到20%嘅位置啊。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呢一啲戰事嘅情況啦，係大家控制唔得咁，同埋而且咧嗰個時效性啊，即係究竟個戰事究竟會繼續點演化成，我哋都未太知道。但係我覺得短期嚟講啦，其實呢啲長線嚟睇咧，呢啲情況嘅出現啦，其實都會為一啲優質嘅資產啦帶來一啲更低嘅價格去俾大家捕捉啊。咁但係當然，我覺得始終喺呢幾日啦，特別韓股啦，喺過去幾個日啦，幾個交易日都出現一啲熔斷嘅情況啊。咁雖然啱啱Chloe 都有提及多過啦，即係上個星期啦，韓國政府咧都有立即開會啦，究竟討論使唔使動用呢個超過100萬億韓元去救市。咁但係我覺得暫時消息真係未確認嘅時候啦，大家不妨忍一忍手啊。咁就算係你話之前雖然你話有貨嘅
各位觀眾啦，就係當然全處嚟講，我覺得始終當一個市場反彈嘅時候啦，都會係第一類受惠嘅一個sector 啦。咁所以大家又唔需要去到咁悲觀嘅情況嘅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如果之前即係睇咗半年都經常覺得太貴而又冇入市嘅各位投資者啦，不妨啦，即係如果你去到呢啲位置你想入市啦，都記得要分開幾注。而家當你話SK 海力士喺21蚊嘅位置啦，而三星電子都去到58蚊啊，大家不妨分翻幾注啦，甚至乎等佢會唔會韓國仲可以跌深啲嘅時候啦，先再慢慢加倉就比較好啦。咁但係嚟緊下個星期啦，即係嚟緊。啦，NVIDIA 都舉行一啲年度嘅 AI 大會啊嘛，咁到時咧SK 海力士咧，即係佢嘅供應商啦，亦都會一齊可能參展啊，會唔會有啲新嘅消息啦，都帶動翻相關嘅韓股表現啦，我哋不妨拭目以待。咁但係同一時間啦，大家我覺得都係要密切留意住最新伊朗嘅局勢啦。好啊，咁既然 Kenny 你啱啱講到 Nvidia 啦，咁不如我哋講埋啦。咁係啦，其實下個禮拜3月16至19號，Nvidia 就會舉行佢哋嘅 GTC AI 大會啦。咁即係雖然成個美股嘅股市，即係環球股市表現都係十分之差㗎啦，Nvidia 都係即係都會一齊見到佢個價格都有回調落嚟啦。咁但係即係既然佢而家個價格即係暫時都叫做即係。我自己覺得啦，即係都算係美股入面即係相對跌得冇咁多嘅情況下，大家再加上佢下個禮拜有呢個大會，會唔會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住 Nvidia 或者搏一搏下個禮拜會唔會有啲乜嘢好消息會反彈到咧？係啊，Kobe，咁你話睇翻美股方面啦，雖然三大指數都有一個回落嘅情況啦，咁但係啱啱提及過嘅 Nvidia，始終個股價嚟講啦，最近都係相對嚟講企得硬少少啦，咁去翻180蚊啊、170尾呢啲位置啊，咁如果大家對於嚟緊今個星期啦，即係都有一啲AI 嘅大會啊，會唔會一啲最新嘅晶片咧，亦都講到佢嘅無論係出貨量啦，甚至乎技術有所提升啦，大家都不妨可以用我哋嘅7788啦，見到啱啱今個2月份啦，唔係三月份啦，呢幾日啦都有接近600萬嘅資金流入啊，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留意下啦。咁但係其實宏觀嚟睇咧，其實留意翻美國嘅三大指數啦，其實對比起上年嘅一個關稅嘅解放日嘅時候啦，其實個跌幅咧都仲係相對為之唔算太大嘅，咁我覺得。反而咧會唔會繼續中東嘅戰事有所惡化啦？反而令到個指數再擴大個跌幅都唔出奇嘅。咁所以大家其實都可以留意埋我哋一啲反向嘅納指嘅產品啦，例如我哋隻7568啦，即係之前逢親美國回調嘅時候啦，都係比較多人留意嘅。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個納指個指數啦，其實對比翻上年3月開始個跌幅啦，其實都仲係相對為之較細。咁我覺得美股特別係啲油又升咗上去，個美金又繼續強嘅話啦，我覺得對於科技股嚟講咧，如果大家想做一個對沖啦，都不妨用翻我哋呢一啲指數嘅反向產品啊，作出一個部署啊。好啊，咁我哋繼續。咁其實即係頭先我哋一直都有講過啦，伊朗局勢係可能有機會再惡化嘅情況下，即係見到隻個股市今日都跌得就超級誇張啦。咁大家即係可能會更加追求一啲現金流啦。咁既然啊，即係 Kenny 個 VIX 指數而家都算係個比較高位嘅情況下，會唔會其實代表期權金係會貴啲嘅咧？咁即係大家可能如果部署一啲即係揸住一啲 cover call 嘅 ETF，其實會唔會算係即係其中一種保命嘅策略？係啊，Cory，咁你啱啱都提及咗，即係我哋其實都有隻國指嘅 Cover Call 產品202啦。其實喺過去2月份啦，都有超過2億嘅資金流入啊。而家短短3月份啦，其實都見到非常之受香港嘅投資者青睞，都有超過1億嘅資金流入啊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我就未必會形容為佢一個係保命嘅策略啦。咁但係當然佢個波幅率啦，即係對比起嚟講科指咧，都係算為之低翻少少啦。咁同埋見到啦，國指啦。都去到8400嘅位置，而今個月啦，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哋嘅網站啦，我哋今個月2802啦，都喺8900嘅位置啦，即係賣出呢個國指認購期權啦。咁而當中3月份嘅派息詳情啦，應該會今個星期稍後時段去公佈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始終買 cover call 呢一類產品啦，大家可以都係睇長線少少嘅，因為始終呢個係月收息嘅產品啦。學 Kobe 話齋有翻一個每月嘅現金流喺度啊嘛。咁同埋我亦都有
計算過啦，即係話我哋因為啱啱過去2個月啦，都係每單位派發0.14啦。若果咧呢個派息率係有得持續啊，甚至乎波幅唔太大嘅情況底下啦，其實大家基本上咧5年度啦，其實已經可以基本上係攞翻本金之後，亦都係繼續滾存去派啦。咁所以大家我覺得，如果中意係長線少少嘅觀眾啦，不妨可以都留意下呢一類嘅產品。始終長線去慢慢派息嘅話啦，其實個個短期嘅波幅咧，亦都唔需要太過去介懷啊。咁但係當然，大家可能我哋之前都有教觀眾嘅話，其實如果大家想可能用一個大嘅 amount 去部署啦，都不妨用一啲分注買入嘅方式，特別趁住呢啲市況回落嘅時候啦，因為 cover call 嘅產品啦，當跌市嘅時候啦，其實佢都會回調嘅。不過因為佢有賣出認購期權啦，而減低咗個跌幅啊，咁大家不妨啦，趁國指回調嘅時候啦，可能適度加到自己適合嘅注碼啦，去分注買入啦，就更加為之適合啦。咁我相信下個星期啦，我亦都可以喺節目當中咧，同大家公布翻3月份嘅派息詳情嘅。好啊，咁我哋繼續講埋金啦。咁其實見到金即係作為避險嘅工具啦，即係雖然都係有跌少少噶啦，今日見到佢暫時現貨黃金都跌緊，即係接近2%啦。咁不過其實都仲企緊喺5000嘅樓上㗎。咁即係既然啊，大家打仗啊嘛，咁大家就會中意避險，即係覺得避險會好少少嘅情況下，其實黃金就相信會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有力嘅對沖工具㗎啦。咁但係即係 Kenny，大家又有啲乜嘢 ETF 係可以留意一下嘅咧？係啊，Chloe，咁講到黃金方面啦，即係大家最近個戰事都仲未有緩和嘅跡象啦，我相信大家都諗到用黃金去做一個避險工具啦。咁我哋都有翻隻7299啦，呢個南方東英嘅黃金兩倍期貨產品啦，俾大家去捕捉啊。特別見到3月份啦，即係當個金價其實都仲係徘徊喺5000蚊呢啲位置啦，都見到有超過1億嘅資金流入啊，即係大家可能覺得黃金去到5000呢啲位置咧，個承托力都較為之高喎，咁但係我覺得短期嚟講啦，都要提醒翻大家，因為始終個石油價格嘅上升啦，都有帶動翻個美元指數啦，咁相對嚟講啦，對於黃金都可能有一啲短線嘅影響啊，咁但係始終去到5000嘅時候啦，我覺得如果大家之前係完全冇黃金喺手上嘅話啦，都不妨啦喺呢啲位置咧少注用翻我哋呢一對產品啦，先慢慢捕捉黃金啊，因為始終戰事嘅延續落去咧，即係當個石油價落翻嚟嘅時候啦，我相信對於金價啦都係會繼續利好翻嘅。咁大家亦都不妨用翻7299去做一個部署。咁但係記得啦，真係要控制翻個注碼較為細少少，因為始終呢幾日個市況啦，我相信都係較為變化不定啦，同埋亦都會有機會出現一啲180度嘅轉變啊。咁所以大家不妨繼續留意住啊。好啊，咁我哋最後講埋 Bitcoin 啦。其實 Bitcoin 就即係同大家預期之中反而係相反啦。見到 Bitcoin 就一直大家會以為風波比較大，一啲比較危險嘅一啲資產，其實反而即係暫時就叫做係企得穩啦。見到佢就企穩咗。其實上個星期即係雖然上個星期其實都開始咗打仗㗎啦，不過上個星期都一度升穿咗73000美元啦。咁如果其實投資者繼續睇好住 Bitcoin，將來即係可能短期之內都會繼續升嘅話，大家又係咪即係可以部署一下啲 Bitcoin 嘅 ETF 咧？即係 Kenny 可唔可以順便分享埋就係相關 ETF 嘅一啲資金流？可以啊，Chloe，咁你我睇翻比特幣方面啦，其實66000呢啲位置其實都橫行咗好一段時間啦。咁我哋睇翻我哋相關嘅一啲 ETF 產品啦，即係包括我哋嘅3066啊，比特幣期貨 ETF 啦，同埋3068以太幣期貨 ETF 啦。其實喺最近咧都有幾百萬嘅資金慢慢流入咗啊。咁可能始終比特幣去到呢啲位置啦，大家都係覺得一個有一個支持力度喺度啦，同埋一個最近留意翻啦，其實加密貨幣相關嘅個股產，即係包括你話 Coinbase 倍啊，甚至乎係 MSTR 2倍啦，都有一個回升嘅跡象啊。咁所以最近大家見到成個股市都跌，金價都跌，反而比特幣相關嘅個股咁企得穩嘅時候啦，可能值博率都會更加為之高啊。咁所以我都建議翻大家，除咗你話長線想捕捉比特幣嘅走勢啦，都可以用我啱啱提及過嘅3066啦。同埋啦，Coinbase 嘅7711啦，同埋 MSCL 嘅7799，即係我哋一啲槓桿嘅2倍產品啦。即係最近啦，都有見到，包括你話 Coinbase 嘅7711啊，同埋MSCL 嘅7799啦，都有幾百萬嘅資金流入啊。咁我
我覺得可能真係最近環球市場跌嘅時候啦，就嚟到加密貨幣發力㗎咯。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留意住呢個板塊同埋我啱啱所講嘅相關產品，俾大家去留意翻啊。好啊，咁今日好，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頭先我哋講過嘅 ETF 啦。咁今日唔該晒 Kenny 啦，最後想問你有冇持有啱啱提及過嘅股份呢？冇持有嘅，咁最後都提醒翻大家啦，投資涉及風險，基金價格可升可跌，大家不妨留意住 A Stock 嘅節目啦，同埋上翻我哋網站留意翻產品詳情先好投資啦。好，咁唔該晒 Kenny，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拜拜。